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嘅日头下日讲讲。顏色嘅世界，千形色嘅卡通人物呢，就係太陽。因為啊，有咧神秘嘅圖像嘅哦，像一下圖像嘅地圖啊，就做到去任何嘅時空旅行。哦，那邊行上有咧暗用嘅圖像嘅哦，就做到去看我未來10年過後嘅軌跡夜遊會。歹勢啦，我太瘋了啦！嘿，不過啊，你講起人來講，佢真係去時空旅行呢？咁有樣，觀眾朋友，唔知我信冇？你條哥啊，你點解看到時空旅行喎？時空旅行，嗰就講啊，一個人做嚟透過嘅特殊嘅機器設備，做嚟轉到頭擺，也做嚟轉到兩下，甚至係做嚟去嘅冇發生嘅未來，錯冇？錯，我知一個意思。琴日乜嘅冇危啲喎，個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睇緊咩啲？唔少兩下電視天呀！特別就有做樣嘅戲出。傳粵劇哦，唔係啦，嘅電視嘅編劇亂寫亂畫咧，冇事情盡手看看係做得，難話都係正經嘅哦。冇講嗰個時空旅行係正經嘅時空旅行，佢完全脫離嘅時間同空間嘅限制。像我為到老人去到呀，得罪久，我特別到邵陽嗰片趕來呀，2013年嘅客家電視台。邵陽，佢乜嘢啊？邵陽都唔認識，秦始皇楊震啊！秦始皇。係啊，我老佢熟到會死哦，搞多都走聽誒，看見樣誒，分數行義幾精彩誒！就開，我講緊以為冇嘅，我弄關係。我唔係亂講嘅呢，也全部有科學嘅根據呢。乜嘅科學根據？也就，哎呦，俺讓老人家成長會啲啦，根據啊，科學家嘅研究。老假想，一車輪你是見過冇？車輪，乜係乜嘅冇見過？我介紹一個啊，兩條卡發，動我一支線喎，細用索嘅鏟過去，那兩支管咧，擦咧，佢當我教嘅啊。錯，一車輪啊，兩條卡發嘅部分啊，你就按到血統。血統做嘛按到血統呢？因為啊，佢係一檔電影講嘅重力場，就像佢哋太陽就負嚟供應，不管依超地位物質、反物質，做一幾個嘅嘅重力場，哇！乜嘅加拉貨全部會被捉到嘅嘅都市地位去。哎呀！沙來啊，一血統將你來所有嘅東西啊，嗬，就要經過動案，要合要細部分，呀，就按到重通。重通，因為要重通，要細要合啊！故說不管將要來嘅物質，也係反物質，全部按樣漸，全部要幾艱苦嘅啦。唔有一啲叫做艱苦。比方講，我拿一支繡髮針，我不管痕也唔痕，我咬人到這個真空地板樣漸過去，你看有艱苦冇？哎呦，係真叫做當艱苦哦。係啊，跟我就變面線了。故說啊，就因為啊，個重通要合要艱苦。一時間和空間就變到完全冇共用嘅啊！通過嘅另外一片啊，拄好係質量相等嘅反重力場，故所不管係面線，也係板條，就像啊19歲共用，迷糊就來到另外嘅時間和空間咧。按氣靠啊！故所你就完成了一輪時空旅行。故所你就做得去參觀秦始皇嘅焚書行儀，一時咧就唔會查，乜嘅意思都唔會查，梗唔講跪下做嘅，我一則事都談唔實。談唔實冇相干啊，因為我咩唔是唐有歌啊，梗咩假講啊？我意思係講啊，個科學嘅原理啊，實在挺難挺沉嘅，一般人談冇個當真爽啊。咩。你啊，做人奇怪嘅看法、想法，你看乜嘅書看來啊？唔是看書，你答案不9點到12點，你電視打開來，幾下隻新聞台就差唔多啊，根本要教用嘅方式去了解。聽講你就講外星人嘅第一類接觸，有時音樂講幾下隻主題哦，前半點鐘喺度講政治，下半點鐘呢就講呀全球暖化一樣嚟應付。
更唔少好談嗰條談花仙節目嗰度名在啲嘅賣在法。幾條人啊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既有學問呢，佢唔敢嘢咯。乜梗係唔敢嘅，因為其實講嘅都睇唔出啦，唔當係去看傳譯劇。不管唐有唐冇啦，中國我就開始啊嗬，練習埋穿越時空嘅方法來技巧。使爆得閒咧！幾日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啦，吃飯嘅時間，我對人個台灣講，我愛時空旅行，我愛時空旅行。咩，你對呢個灣講點解係有乜用啊？cái灣講係演咧，cái孔有安排，冇聽說就係黑通咧。黑通從你床，冇上你上我弟弟啊，會潛到嘅時空旅行嘅入劇喎。係啊，唔過啊，你係咪3夜冇成功？講嘅冇事咧，就啱係因為我成功啊！我就想啊，一鐵窗後迄個灣啊，強細嘅，唔拉太，故所夾嘅從你床唔拉強。哦，灣係喎，特色。跟住你潛入岩港來啊！拜託，一乜嘅時代啊嚇，但係家家戶戶就用個水潭咧，唔看到乜人用岩港嚟燉水嘅啊？咁樣啊啥？佢冇岩港就啲唔上嚟啊！萬人講嘅，我看牛卡嘅馬桶啊，佢傾下去咩用牛酒出嚟啊？佢絕力哦，鐵出當強哦！你就對啲馬桶點解練咯？我愛時空旅行，我愛時空旅行，成功嘛咯！太難咧呀！哎呦，有日啦，我去撞下了，我看到你啊，太崩窮誒，我就有啲靈感哦。又有乜嘅靈感啦？唔想啊，佢安太崩窮，又沉又看唔到底，佢從呢床一天特別強嘅啦。佢跟住夾練啊！係啊，我對定嘅太崩窮啊，我就見起嘛，我愛時空旅行，我愛時空旅行，我係咪攞嚟轉一去啊？哎呦，我嘅崩窮，因為有可能攞唔着落去啦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崩窮總算有回應嘅呢。哎呦，乜嘅回應？叮咚吱喳，叮咚吱喳，叮咚吱喳。哦嘞，火柴過龍嘞！邊上嘅火柴頭衝到我頭那啦！哎呀，我是開賣啦！好點點嘅，我就有一種嗬，我唔是以為艱苦呢，我讓老人講一種感覺啊嚇。唔是我嚟講，根本火柴衝到討厭艱苦啊！咩，就像有人嗬，老人對個真空地步硬一樣上過去咁樣呢。係啊，跟住成功嘅啊！係啊，我就打開來，哇，我真嘅成功嘅呢！你下到睇咯。我看神行哦，啲人做嘅名嘅打扮啊，全部做定嘅旗袍啊，我嚟到清朝呢。我係啊，我跟美落個天師做嘅乜嘅瀑布匠心咁樣啊！唐太花言，我做定清朝太監做嘅朝服，做太監啊！貴族嘅吉旁派嘅菜。身邊嘅名人講：老爺，你做嘛唔識啦？佢就夾識啦。也讓我做得識咯。我先貼相打卡，咁做得識啦。你記得睇嘅事啊？我夾就滿嚟啊！我係乜人啊？係啊，你到底係哪位太人物啦？哇！原來我像佛，係佛神佛太人啊！佛神係宰相呢？我會聽死。我唔但搶來到清朝，係你乾隆皇面頭前嘅太鳳人，不叉叉嘅佛神啊！你啊，咪太監本做官嘢咧？好點點嘅，即係唔來嚟四太監咩？聽說係皇帝顯精強，梁山要係參上國家大事啊！佛太人，乾隆皇加病咧！我看過歷史呢。乾隆皇死的，我睇睇都笑睇了呢。哎呀，你以為去到唔係時間咯？講到要加慶權，實在當畜生啦！假把前腳張死，佢念時就辭老神，想我人係咩事呢？哎呦，冇聽人講啊！和珅到嘉慶寶，你比皇帝都下筆，見有位nhiều個人啊！四太監啊，送來一條柏林布。
皇上有旨，请佛太人升天。哎呦，就很死嘞啦！学都是归法院的滴滴转啊！我今朝去强盗啊！佛太人莫走，请佛太人升天。我这样是今朝去都强盗啊！我今朝还去bắt条。哎呦，这不是的啦，这不是啦，这不是啦，强盗，啪！我冲到啪的啦！你冲我头哪呢？我咪有一种吼，佢就跳唔过来嘅艰苦呢。我冇做，拔开来。我撞到嗰兩時離開嗰個泰山龍係嗰個順風呢。轉來了。轉來啊！哦，亞伯啊，我知咧，上去穿越時空去闖火場，上去轉來去闖壁。亞伯本作到，安樣嘅穿越時空嘅妖娘嘅啦。唔過啊，我冇去清朝咧。跟你去哪朝？我去民國初年啦。我對等國父嘅遺像近看，我知道國父上都是在讀詩文呢。你就去看孫中山嘅偉人嘅風采。我起好嘅準備嘅位，等下一邊嘅火柴來，砰上嘅。你走咧？都係多嘅啦，唔過奇怪呢。樣。我嘅最順樣有兩撇胡鬚嘅啊，大家係咪孫仲離呢？你孫中山呢？我想，哎呦，孫中山就孫中山啊，作為國父哦，咪過年啊，唔過唔錯啊。乜樣係唔錯？我冇到辦公室辦公，我有冇望到醫院嘅太明床單啊？我夾夾就問你啊，睇咧，今本日3月12號，也為係北京嘅協和醫院。哎呀，快啲咧！任氏就會一世從此咧。講睇咧啊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我目睭拔開來，我就轉來咧。死人樣我再轉來咯。我真係當感恩啦，200時空旅行，前後冇5分鐘我就消退嚟啦。我一定要到下遠嘅地方，我隔天一定要到當遠嘅地方。我對等啊，個太崩潰嘅我就喊，我愛做一個人，愛個太美女。還有個200以內咯。邊上嘅，目睭打開來，我看到這樣嘅地方，色彩很好看呐。係哦。我拿點胭脂水粉，清明嘅果。還唔辣醬。化好妝，我知道我色彩很醬呐。好點點嘅，有人一掀門簾。咩來？入來咧啊，太馬古縣嘅南美人，書房拿定一隻刀誒。阿嫂，武松有法而講。你係排劍嘅？連見識嘅機會都冇，啪上誒，我就望到天來下嘅啦。你死嘅咧？唔過就當我一死，下望團戲嘅時節，要入來咧愛顧嘅哦。武太郎來咧？我詳細一看，入來嘅唔係武太郎哦。你計乜嘢？同一條。我要穿越時空啊！係啊。今日日講起，我老太家講嘅老姑爺兒就係啊，夫妻唔愛並腳，夫妻唔愛並腳，一夫妻啊，即係大家講嘅水蛭。軟唧唧會sinh血，這種東西。係啊，一水蛭啊，佢做得本講，那邊有動物做得本佢絕血，故說啊，唔可以開個並腳。並腳，叫法都開嗬。當然無法度客啊！故所也記法主要提醒大家，我善用自家嘅天分，然後能力，唔好做超過自家能力範圍嘅事情。錯，從基當然要做業務嘅財經哦。哦，啱用嘅嚇，基上漲係做推銷人嘅。你講得啊？你讓你講哦，基介種罪啊，任何嘅產品都基嘅罪都講出來，像係杜金寶運強咯，害你唔撈錢出來買杜華多。哎呦，用安大爽啦，基本你冇買到食材哦。真勁啊！等下，唔係講捱哦。係啊，係你啊。唔過我唔是做業務員呢。
所以講啊係省長嘅。哎，你做乜嘅呀？冇啊，我係啲嘅吐書啦。唔過諗法去做乜嘅，我已經想好你哦。哦，你想去做乜嘅？我呀，同學野球，我去參加嘅職業野球賽，為此鋪貢獻心力。喏，唉，真件係啊，夫妻唔識頂腳，我啱嘅啦。誒，唔要看眼毛啊！咩，你看人家幾多歲嘅，也爭去打野球，我跳慢冇嚇。再講啊，你細妹呢？細妹要尿誒。好啦，冇辦法，你吃碰，咁你吃碰拉拉吹，拉拉吹。你肯係做業務好咧啊？啦啦吹，矮氣。one more two more one more。你講這你叫我騙到你啦！唔看，扭到嘅嗬，啲骨頭硬硬，係咪嘅 one more two more 係拉拉吹？係老紅講，夫妻啊唔壓頂腳，係緣分到嘅哈。唔過啊，我知道唔同是拍做嘅平面 model， 唔過佢啊上到安尼五體大張，嘅模組啊係咪叫你呢？哎呀，我用講我當太神呢，可是啊，我模組細啲咧，唔拿下人。哎呦，唔是講啦，唔看我亞夫，大電腦娘時變咯，太有精神。亞夫呢係日本研發，美國製造，世界生產專利，台灣還買唔到，一副裝199，現料又不靈不靈。假人啊！你真係咧超級嘅推銷員呢？你看，我是講啊，佢冇做業務，挺大上咧啊，佢要省長嘅。哎呀，冇做平面 model，咪太大上咧，天神呢？佢唔到抗癌咧。你係啊，我係咩咧？天神嘅散播希望留愛嘅傳教師。你仲係看癌麼？仲會破壞我夢想。你做傳教師？哼，唔見那更叫你想咧？喂！夫妻唔難頂腳，就拿夫妻安尼細細嘅幸福來做理嘅，就連記錄啲到頂腳總得是。人啊，應該行卡愛啲到做事情啊，總唔得超過自家嘅能力範圍哦。其實啊，我係青島嗰種安尼濕噠噠、黏黏夾夾嘅東西咧，故說咧千萬唔好用這句話來形容我哦。韓國啊，像我安尼嘅貴賤嘅。都係啲到頂腳做唔得事啦，我是連菜腳都唔識咧。哎呀，講笑呀！接下來嘅節目咧，保證連夫妻都共讚哦，夾落去睇看啦。你的世間都有錢多，人有望中風中拍中舞中半以上到跳那hin，該有的人是親生氣，1100長出一件大事情。講有隻戲言講，唐講相當靈，你來到了戲言有口聽有人，該種都一個老阿伯，10到50萬唐人，佢唐講了將是來了白。今日個是徒有不養有家庭，忙地兩隻不養，佢冇錢冇錢唔上癮，有好多教又冇錢緊，該阿伯徒己來獻人，愛求性命來獻靈，該婦人家講，哎，老後姑啊，你身強，家講喂，乜該老後姑呢？阿伯來到獻人講。點點戲言求性命，佢白可還拿出20口，留佢跌落針肚來健身。婦人家講，
啊，该是蛮爱来抢了。佢喊到将军，爱暗头，该十股강腳十大連千，起舞好射大江麥，卒落江都啥唔會變，阿北看到不起江，夾夾就到將軍放射嘛，啊，你俩將水實在很無情，兩敗害是愛不用，喊敗喊為害平人，左是愛讓你吞太機。中都掌櫃好太平，那個喜演獎啊，喜演獎，你看公母食彩鈴。看睇今日眼前彩嘅大作家賣醉花喜宴獎，係唔係想要將所有嘅願望都寫下來，準備以太同嘅人錢，做錢得到喜宴獎地度，安尼願望就做得100實現咯。其實啦，我先講到清楚嘅願望已經想好了哦，我來講俾大家聽哦。天靈靈，地靈靈，喜宴獎啊，喜宴獎！希望呢，天使一條前所有嘅觀眾朋友，就在準時收看我哋嘅日頭下日講講哦。